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波大夫，今日又到24節氣養生時間。春分一到，周身骨痛、捱夜攰又瞓得唔好嘅人要注意啦。咁春分咧係要陰陽平衡，咁肝氣好容易混亂呀。咁混亂咗嘅時候咧，肝氣就唔舒暢啦，肩頸又會僵硬啦，頭又好痛啦，腰又好酸啦，情緒又好差啦。咁呢啲全部都同肝氣同濕氣係好有關係㗎。咁就教大家3招簡單嘅方法去做呢個春分嘅養生啦。咁第一樣嘢咧就按太衝穴，太衝穴喺邊度咧？喺腳趾第一隻同第二隻之間嗰個罅位上少少，呢度有個粒位咧，咁就可以按下佢，就可以疏肝解鬱止痛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少飲一啲嘅凍飲啦，咁就可以去除多啲嘅濕氣喎。咁同埋第三樣咧就係瞓子午覺啦。子午覺係咩時間瞓咧？就係中午11點到1點之間瞓15至30分鐘，同埋夜晚11點前瞓到呢個子午覺，咁就可以令到身體嘅痛症咧都可以減輕好多嘅。咁一啲輕微嘅痛症咧，其實透過上面講嗰啲方法咧，其實都可以幫到你嘅。咁但係如果比較嚴重啲嘅問題咧，咁春分咧都係一個調理痛症嘅黃金時間喎。咁就肩頸痛啊、腰痛啊、手腳麻痹啊，咁仲有運動嘅勞損咧，都可以透過中醫嘅針灸啦、拔罐啦、推拿啦，咁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效果嘅喎。咁春分養生咧唔係講玩㗎，如果痛咧就唔好捱啦，分享俾你身邊成日話痛嘅朋友。如果想免費得到一個痛症嘅評估咧，留言一個痛字，咁我就會揾你哋㗎啦。拜拜。